哇！今次見到出人頭地拋頭露面啦，講笑啊！你哋知唔知呢兩張咩嚟㗎？國際標準完美10分嘅卡，咁呢張咧就我哋叫卡籤啦。大衛詹士利物浦嘅傳奇門將，即係佢攞住呢張卡簽落張卡度嘅。咁呢張咧我哋叫 One of One， 全世界得一張嘅啫，就係 AC 米蘭嘅傳奇清道夫或者叫中堅啦，巴里斯。估唔估到傑佬將會出呢張卡？而且係我哋國貨之光啊！係我哋中國咧就最大嘅發行商，即係呢啲體育明星卡嘅發行商 Daka， 即係呢兩張咁啦，就幫我做嘅。咁啊，到時咧一樣會有 One of One 啊，一樣會有卡籤啊、普卡啊、各種平衡啊等等。咁點解咧？老實講，我自己係符符碌碌幸運嘅啫，因為咧我連續好多年㗎啦，要麼喺電視台講歐冠決賽，要麼咧我就會落地講波 show， 見下啲球迷，大家傾下波經，歡下。今季咧，我連續第2季啦，同埋我效力嘅卡社啦、斯博特都會搞啦歐冠廣播 show。今日咁巧喎，斯博特咧就將會第一次啦，同埋 Daka 同卡圖啦去合作㗎。今日 Daka 啦就好俾面，喂，丁生喺華南地區都 OK 啊，不如啦我哋正正經經啦幫佢咧出一批卡，係可以 CGC 評級，即係如果你俾面的話咧，你攞咗個張卡可以去做咁樣嘅元豐專去評級。都得嘅，咁而當然我又冇咁威啦。今次亦都有個紀念價值啦。咁我呢一批卡啦，係會喺今次6月1號啦，我嘅廣播 show 裏邊啦，係送俾大家。今日我哋見面會同埋廣播 show 嘅地點啦，就同埋舊年一樣，我哋第2年搞噶啦，都係喺啦番禺四海城啦，我哋友好嘅餐吧裏邊搞啦。跟住到時啦 Daka 仲會有好多啦禮物啊活動啦，同大家玩噶。3點開波，我哋12點啦開始同大家一齊歡下噶啦。咁如果要報名的話咧，嚟呢度揾我。6月1就歐冠決賽啦，定今晚咧要足總杯決賽噶咯。開波時間怪怪地噶，11點半啊，曼城將會對挑戰者嘅水晶宮。今晚喺呢度，我同你講。